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丽，今仔日就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你安尼偷客人的选叫破咧，你的内心拢袂感觉不安咯？会啊，我嘛出去去偷客着假。这世人拢是女性主动咧虐我。细汉时啊，阮老母举锤仔咧甲我虐，大汉了后，阮某举菜刀咧甲我虐。无钱的时饲猪，有钱的时饲狗，无钱的时伫厝食野菜，有钱的时去餐厅食野菜，无钱的时伫路边骑脚踏车，有钱的时伫客厅骑脚踏车，无钱的时想结婚，有钱的时小离婚，无钱的时某兼秘书，有钱的时秘书兼某，无钱的时假做有钱，有钱的时假做无钱。人啊，拢毋讲实在话。讲股票是毒品，大家拢咧算；讲金钱是罪恶，大家拢咧护；讲美女是下水，大家拢想要爱；讲高处不胜寒，大家拢咧爬；讲温酒伤身体，大家拢唔改；讲天道上美好，大家拢唔去。男想要悬，女想要瘦，狗穿衫，人落马。追求的是千言万语，恋爱的是甜言蜜语，求婚的是花言巧语，结婚后是三言两语，有囝了是不言不语，食老了是自言自语，要行的是胡言乱语。人生百态，听听笑笑的，因为有快乐的心情，这是重要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一个，顺刷订来看，留伫片尾，咪把按时啊点准时好影片，刷！阿囝，恁看伫你这个年纪已经出来趁钱啊呢？啊，你他接袂路用啊？其实你这个岁头已经做美国总统啊呢？今年休寒，我妈妈甲我的电动藏伫册包内底，结果害我规个休寒拢无算着。